这摆是第6摆来到台湾的百老汇音乐剧猫，嘛是伫2007年、2019年到2018年了第4摆来到台南。对3月10号到3月13号准备伫台南文化中心连续演出6场，其中剧内面的女主角 Joanna Ampere 佮有 Anne Round-Time 主角 Will Richardson 特别来到现场，甲大家见面，嘛会当利用演出前有闲的时间来到台南感受一下古都之美。历久弥新的一出音乐剧哈。那这一次我们的这个Joanna 跟 Will 也是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剧场里面这个音乐剧里面的男女主角，这次也特别到台南的现场里面率先跟大家见面，来介绍我们这次在这个音乐剧上面演出的一些特别的状态。那台南这一次也非常开心哈，因为台南作为将近快要迈入400年历史的一个古都，我们非常开心能够跟这个Kate 在这里的演出是已经历经在全球已经有40年的历史，所以在这个古城里面可以演出一个历史悠久又历久不衰的音乐剧，我们非常的开心这摆主办单位宽宏艺术透过甲台南市政府也有台南市关怀中心的合作，只要伫3月8号到3月9号2天到台南小东关怀市完成关怀的话，就当得到3月10号佮3月11号的票，限量拢总100张。伫记者会的最后，演员佮台南市分别拢准备拍手礼来互相表示感谢。欢迎市民朋友会当利用时间做伙来到台南文化中心欣赏国际级的视听响演。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